近期好多港澳朋友諮詢珠海樓市通中山坦洲嘅樓到底值唔值得買？一條片同你簡單直接講清楚。坦洲被珠海三面環繞，亦都可以講係完全包圍住嘅。到珠海嘅主城區、康州區嘅山姆會員店以及南平華發桑都僅10分鐘距離，到拱北嘅口岸都只係為到18分鐘嘅啫。坦洲可以講係珠中同城最受益嘅板塊，房價更係珠海嘅一半甚至1/3都唔使，8000到16000蚊隨便揀，實實在在嘅低門檻，而且生活配套仲非常完善，人氣仲特別旺。坦洲買房記住2大方向。自住想生活配套齊全，又想出入方便，環境又靚，選擇坦洲嘅南部，亦即係坦洲大道到界師南路呢一帶標誌性嘅6大樓盤，佳景康城、裕豐名門、逸駿半島、金帝世紀城、中澳村城、優越康界呢啲大型小區，配套非常成熟噶啦。第二，預算有限，追求性價比嘅朋友，咁就直接選擇坦洲嘅北部，亦即係我哋呢一度嘅生態湖景大盤，標誌性嘅2大樓盤就係錦繡國際花城以及朗詩新城，呢啲盤8-9千蚊，特別係買嚟度假嘅隨便揀。坦洲嘅2大短板，教育以及醫療係遠遠不及珠海主城區。咁坦洲作為珠中同城最直接受益嘅板塊，可以到珠海解決到客，無非幾分鐘嘅時間。第二點就係上落班高峰期，出入珠海嘅各大路口會有些少塞車，亦都正常嘅，畢竟40萬嘅人口通勤兩地啊嘛。總體嚟講，珠海工作通勤港澳兩地，剛需自住想低門檻置業嘅朋友，坦洲就非常合適啦。需要了解珠海或中山坦洲更多資訊，隨時 call 我，關注珠海樓市通，做你身邊靠譜嘅向導。